早晨，底特律啊，好高興可以喺2026年繼續為大家報道。2025年10月到2026年5月之間發生唔少嘅事情，我哋一齊嚟睇下。2026年初，時任總統 Stevie 721宣布為天星市中心最後一條道路正式更名為 Prince Albert Road， 以紀念建國總統 Aram Late 對天星及底特律嘅貢獻。Aram Late 喺2021年7月15號建立底特律，並連續擔任2屆底特律總統。喺佢任期間，底特律經歷咗最高速嘅發展，無論係底特律嘅國政、交通、經濟、文化方面等等， Aram Late 都被認為係擔任最重要嘅一個角色。而對於受到政府以首都街道紀念， Aram Late 有以下嘅支持。底特律，我衷心感謝各位對本人嘅認可，亦好多謝政府今次嘅命名儀式。天星作為首都，對底特律係一個重要嘅存在。能夠成為底特律重要嘅一環，我感到非常榮幸。希望以後可以同大家繼續見證底特律嘅歷史。以上一期新聞提到，部分建築被列入清拆嘅名單。喺2026年，清單上瀝源區嘅建築經已拆卸完成。曾經位於第一村嘅公園，亦都被搬遷到三全坪，更名為瀝源中央公園。公園將會陸續開放，為市民提供休憩空間。2026年2月18日，喺瀝源中央公園墓碑上所紀念嘅狼 Lightning 嘅4歲生忌。前任總統 Aram Late 專程到瀝源中央公園拜祭 Lightning， 以表示尊敬。2026年2月21號大年初五，時任底特律總統 Stevie 721發出咗馬年公告，宣布農曆新年頭3日將會成為新嘅公眾假期，並且舉行咗一系列嘅慶祝馬年活動。而喺2026年3條2日，底特律副總統 Aram Late 亦都發出咗3條2日公告，宣布11月26日至到11月28日將會成為底特律新紀念日，而舊有嘅黑色星期五就會被取消。去到2026年3月15號，新雙子大廈站正式開通，連接住底特律多個準備開通嘅鐵路線。而服務咗天星接近5年嘅雙子大廈站，目前用作地鐵博物館，等待進一步發展。歡迎收睇真底事。Thomas 968係2021年底特律最早期嘅市民之一。喺2022年2月18號，Lightning 經過 Thomas 968嘅山怪蛋孵出。相傳 Thomas 968只係需要用咗一嚿骨頭就馴服咗 Lightning。自此 Thomas 968同 Lightning 好快已經培養出深厚嘅感情。佢哋居住喺 Thomas 968租借位於德西花園嘅住處。Aram Late 經常會到訪作客，不過佢哋幸福愉快嘅日子唔係過咗好耐。喺同年2月28號嘅一次日常訪談中，Aram Late 用拳頭娛樂性咁樣擊打咗 Thomas 968一下，結果令 Aram Late 嘅狗 Clark 以為係攻擊嘅意思，最終雙方嘅狗隻大打出手。雖然 Thomas 968反應快捷咁樣命令 Lightning 坐低，但係 Aram Late 因為一時嘅錯誤判斷，企圖逃離案發現場，將 Clark 帶走失敗，令 Lightning 喺 Thomas 968面前被活活咬死。唉，我知我嗰下做得唔好啊！喂，我諗翻起我都唔會咁做啦。咁但係情急之下，喂，你有一個方法，你梗係做咗先㗎，冇辦法再去諗其他方法㗎咯。我係諗錯咗，但係我唔係冇嘗試啊。喂，呢個時候情急之下嘅時候做錯嘢，係人都有㗎啦。喂，我已經好對佢唔住㗎啦，我諗咗好耐㗎啦，呢件事我好後悔啊。喺受訪期間，Aram Late 一度出現情緒激動。雖然雙方家屬都清楚事情純屬意外，但係 Lightning 家屬對 Aram Late 嘅責任有所保留。Aram Late 嘅應對方法一直為人詬病，事情唔止對家屬造成巨大陰影，而且仲係底特律開國以嚟第一件嘅重大慘劇。所以當時嘅總統專程喺當時啱啱興建嘅第一村公園設立紀念 Lightning 嘅墓碑，以警惕大眾，避免同類型嘅悲劇再度發生。